好啦，介紹翻我哋公司嘅產品呢個宣傳單張。其實呢，我哋呢個價錢性價比呢都幾高下幾抵嘅，同埋少量我哋包埋送貨。我哋通常都係做少量包送貨噶啦，用順豐速運，所以其實你去到離島區呢都包送噶啦。歡迎瀏覽我哋網站 gogobuy.com.hk。呢度係點樣落單嘅呢？其實好簡單，你只需要喺左邊呢度選取翻你需要嘅選項，右手邊填寫翻一啲個人資料。如果呢一個表格係屬於印刷，咁其實你提交咗個文件之後呢，就會有另一個 screen 彈出嚟俾你上傳文件嘅。其實如果你未準備文件唔緊要，你可以照提交。喺提交呢個表格嗰陣時候呢，其實係未正式付款，未正式落單。同事呢會收到你個呢個表格之後呢，就會再向你查詢翻印刷嘅要求啦、送貨地點啦等等。咁你之後可以再補翻個文件都冇問題嘅。另外呢，如果唔係咁中意用表格通知或者聯絡我哋呢，其實可以喺呢一度左上角呢度有一個叫 WhatsApp 啦，你撳一撳就會彈開個 WhatsApp 啦，或者係呢個聯絡資料度右手邊簡介呢度。咁如果係 iPhone 啊或者 Android 機啲手機嘅版本呢，你由頂掃落去嘅話咧，就會見得到有呢個 WhatsApp 啦，或者係呢一個聯絡嘅方式噶啦。